以新身份返娘家。兩位已離巢 TVB 的香港先生女戲陳偉雄最近分別以總製片人和製片人身份參 TVB 節目《仙尾站江美景遊》，同為站江人的二人參與後製作之餘，亦有當嘉賓主持，非常落力。由李嘉、黃亞寶、林正峰、倪樂琳擔任主持的《仙尾站江美遊》，上週的最高收視為16.8點，109萬眾，為首個本地製作於站江的專題節目，向觀眾介紹平靚正的海鮮。合喜愛北上消費的港人，呂希說：我同偉雄都係江人。有陣時傾偈都喺度諗緊點樣可以用自己專業幫到家鄉，希望今次節目可以令香港觀眾識多啲站江，等大家去旅遊多一個地方選擇。陳鴻則為身邊有外國朋友睇完都話好多好嘢食，想去睇睇，佢哋唔知原來咁近香港。呂希和陳偉相識10多年，二人因 Hero 籃球隊而結緣成為兄弟。雖二人未有機會於 TVB 合作，卻曾於 ViuTV 劇集《冥冥之中》首同框出鏡。去年，二人合資拍攝短劇《我的 AI 女友》如再度合作製作《仙尾站江美景遊》。可見二人默契足。